Olemateno sevedeva Yume tatano。恁阿母应该是有改过名，进前应该是号做枯雪。我知影你咧讲白菜，你到底还有偌济代志无甲我讲？我想要继续读册，读大学，去台北。我是要写小说、写戏剧，还是做画家？我希望这个世界会当愈来愈幸福。小姐，你遮尔啊高，你要做啥物代志哦？一定拢做会到。你袂当甲我禁掉哦！若是留甲倒去，恁都无资源，无资源就袂有战争啊！